勾呢款鬱金香嘅掛件，我哋都可以用細線用嚟勾耳環。希望大家可以 subscribe 我，多啲 like 我哋教學影片，支持我哋。用到嘅材料有線、棉花，用到嘅工具有勾針、鉸剪、縫衣針。而家開始勾織示範，先勾緊同埋葉仔部分。留一段大概80cm 左右嘅線頭，將勾針擺線下邊，翹一圈，翹線拉返出嚟，稍微扯緊，將線頭擺勾針上邊，翹線，同時拉過勾針上面嘅兩針，將線頭呢一條線擺勾針上邊，翹線拉返出嚟。將線頭呢邊嘅線擺勾針上邊，翹線拉返出嚟。將線頭呢邊擺勾針上邊，翹線拉返出嚟。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總共勾50針。50針勾好，留少啲線頭，將兩條線同時剪斷，將條線抽出嚟。我哋就喺尾部呢度打一個結，剪走多餘嘅線頭。咁緊嘅部分就勾好。勾葉仔部分，將支勾針擺喺線下邊，翹一圈，翹線拉返出嚟，再勾22針鎖針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。22針鎖針勾好，我哋轉過嚟另外一邊，喺呢一個針位，勾針短針，去返下一個針位，勾針中長針，下一個針位，我哋勾針長針，下一個針位，勾針長針，再下兩個針位，勾兩針三長針。下一個針位，勾針長針，下一個針位，勾針長針，下一個針位，勾針中長針，下一個針位，勾針短針。其中嘅一面葉仔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勾另外一片。收針鎖針 ，skip 一個針位，去返下一個針位，勾針短針，去返下一個針位，勾針中長針，去返下一個入針位，勾針長針，下一個入針位，勾針長針，下兩個針位，勾兩針三長針，下一個針位，
我針長長針，下一個針位，我針長針，下一個針位，我針中長針，下一個針位，我針短針。我哋將最後一個針位咁樣挑起身，將支鈎針都有去最後一個入針位翹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拔，留一段15cm左右嘅線頭，將條線剪斷，將條線抽出嚟，穿喺縫衣針入邊，從呢一個入針位穿入去，轉過嚟背面呢邊，收埋多餘嘅線頭，剪走多餘嘅線頭，按照相同嘅方法再收埋另外一條。咁喺葉仔部分勾好，勾花嘅部分環形起，勾第一行，將支鈎針都喺呢個入針位入邊，翹線拉翻出嚟，翹線拉個鈎針上面一針，在呢個入針位勾6針短針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。6針短針勾好，將支鈎針都有去起刺位呢度，我哋稍微扯緊線頭，然後將花緊放入去，再扯緊線頭，翹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一行勾好，我哋交開抽第二行。車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就喺同一個入針位，我哋勾2針短針，在下一個入針位勾2針短針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勾6組，第3組，第4、第5、第6，6組2針短針勾好，將支鈎針都入去起刺位呢度，翹線拉翻出嚟，做花針引拔。第二行勾好，我哋交開抽第3行，車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在同一個入針位，勾針短針，在下一個入針位，勾2針短針。第一組單元勾好，我哋交開抽第二組單元，下一個針位勾針短針，下一個針位勾2針短針。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總共勾6組。第3組、第4組、第5組、第6組，6組單元勾好，將支鈎針都有去起刺位呢度，翹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3行勾好，我哋呢而家開始勾第4至第8行，車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在同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，下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，下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。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一針對應一針，每一行呢勾18針，總共勾5行。第8行嘅最後2針勾好，將支鈎針都有去起刺位呢度，翹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拔，留一段大概20cm左右嘅線頭，將條線剪斷，將條線抽出嚟，然後喺呢個位裝入棉花。棉花裝好，將線頭穿喺縫衣針入邊，
喺呢個位做縫合。我哋從呢度數9針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一隻鈎針穿入去第9呢個入針位入邊，扯緊，再縫多一次，轉另外一個方向，從呢度開始數4針，1、2、3、4，穿入去第5個入針位，再到呢一邊1、2、3、4，再穿喺呢邊嘅中間位，同埋中間嘅呢一條線，扯緊，打一個結，收埋多餘嘅線頭，剪走多餘嘅線頭，其中嘅一朵鬱金香就勾好。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再喺呢一邊再勾多一朵，2朵鬱金香勾好，然後將葉仔穿喺鬱金香上邊。鬱金香嘅葉仔穿好，鬱金香掛件製作完成。